今年76歲嘅香港資深藝人鄭百祥已經踏入老年階段啦。2022年，佢宣布唔再拍夫，明顯減產，從此將生活重心轉去享受人生。不過啊，生老病死呢啲每個人都避唔到嘅人生課題，就算好似佢咁豁達嘅人都唔得唔面對。鄭百祥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對生老病死嘅睇法嗰陣，言語之間都透出通透同豁達。佢直話直說，希望自己可以平靜冇痛，有體面咁離開呢個世界。呢個唔係消極避世，而係經歷過人生好多嘢之後嘅一種豁達。喺佢呢個年紀，唔免會諗生死嘅問題，尤其到咗2025年，香港娛樂圈好多藝人先後離世，呢個現實令佢感慨好多，所以就揀喺社交平台一吐心聲。鄭百祥話自己對生老病死睇得好開，呢背後有好多原因。佢父母都已經唔喺人世，又冇仔女，用佢自己嘅話嚟講，就係冇咩牽掛。喺佢睇嚟，生老病死唔係人力可以控制嘅，人唔可以決定自己唔生病，唔可以阻止歲月嘅痕跡爬上自己張面，唔可以掌控身體隨住時間而發生嘅各種變化。既然唔可以左右呢啲自然規律，咁就只可以坦然面對啦。呢種坦然唔係一朝一夕形成嘅，而係歲月沉澱落嚟嘅智慧。面對朋友嘅離世，鄭百祥有自己獨特嘅感悟。佢將朋友嘅離去睇成係朋友移民去咗好遠嘅地方，嗰個地方自己去唔到，亦冇力去探望，從此就失去咗聯絡。基於呢種想法，對於死亡，佢得出一個結論，希望喺有條件嘅情況下，可以將死亡掌控喺自己手入面，以平靜冇痛嘅方式，按照自己嘅意願離開呢個世界。呢個其實反映出佢對安樂離世嘅接受態度。不過啊，天生樂觀嘅佢唔會輕易放棄人生。就算冇仔女，但依家嘅佢生活得好豁達自在，每日嘅日子多姿多彩，食嘢、玩樂、悠然自得，盡情享受人生嘅每一刻。關於死亡呢個話題，對鄭百祥嚟講唔算沉重。早喺10年前，佢就已經公開談過啦。當時佢宣稱自己離世之後要喺靈堂叫樂隊嚟表演。呢個想法當時可能睇起嚟好驚世駭俗，但充分展現出佢對生死嘅豁達態度。佢之所以咁豁達，除咗上冇高堂，下冇仔女，冇咩牽掛之外，同佢經歷過嘅人生風浪都有好大關係。1982年，鄭百祥為 TVB 台慶餘演嗰陣，遇到一場好嚴重嘅意外。當時現場突然出事，佢被炸傷，身體幾乎體無完膚。嗰種痛苦同絕望，一般人真係難以想象。不過好彩嘅係，佢撿返一條命。鬆嗰次之後，佢嘅心態發生咗好大嘅轉變，變得好積極樂觀向上，對生死都唔怕啦。呢種鬆生死邊緣行過一遭嘅經歷，令佢深刻領悟到生命嘅脆弱同珍貴，亦令佢學會用更加豁達嘅心態去面對生活中嘅一切。其實除咗呢場意外，鄭百祥嘅人生道路都唔係一帆風順，反而充滿坎坷同波折。佢經歷過2次破產，每一次都足以將人打入深淵，但佢都憑住自己嘅頑強毅力同不屈精神，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嚟。第一次破產發生喺佢入行之前，嗰時鄭百祥懷住創業夢想，開咗3間成衣廠。佢滿懷憧憬，希望喺商業領域創出一片屬於自己嘅天地。不過現實就好殘酷，由於經營唔善，成衣廠嘅生意越嚟越差，最後唯有宣告破產。嗰一刻，佢好似鬆雲端跌落谷底，所有嘅努力同付出都化為烏有。但佢冇一蹶不振，而係選擇勇敢面對，重新揾人生嘅方向。後嚟，鄭百祥東山再起。1994年，佢再次投身商海，經商投資一間上市公司。佢以為呢次可以吸取之前嘅教訓，取得成功。但商場就好似戰場，充滿變數同唔確定性。公司最後虧本倒閉，佢一夜之間血本無歸，再度陷入破產嘅困境。呢一次嘅打擊，
無疑比第一次更加沉重。但佢依然冇被打倒，而係咬緊牙關，再次從困境中掙扎住爬出嚟。兩度破產嘅經歷冇令鄭百祥一蹶不振，反而磨練咗佢嘅意志，令佢變得更加堅強同成熟。佢憑住喺娛樂圈嘅發展，一步步行到依家。雖然依家佢減產好明顯，但在香港娛樂圈，一提起佢嘅名字，依然好有份量。佢用自己嘅經歷詮釋咗咩叫真正嘅強者，就係面對挫折同困難嗰陣，唔低頭，唔放棄，勇敢咁迎接挑戰，重新書寫人生嘅輝煌。時光匆匆，一轉眼，鄭百祥已經行到75歲嘅人生階段啦。喺呢個年紀，佢有豪宅，有足夠後半生用嘅錢財，物質生活富足無憂。不過，對佢嚟講，最珍貴嘅唔係呢啲物質財富，而係身邊嘅伴侶、愛妻黃杏秀。鄭百祥冇仔女，父母又唔喺人世，喺呢個世界，黃杏秀就係佢最親近、最依賴嘅人。兩人喺1979年步入婚姻殿堂。結婚嗰陣，黃杏秀已經係 TVB 當家花旦，星途璀璨，而嗰時嘅鄭百祥仲未喺娛樂圈嶄露頭角。外界對佢哋嘅結合唔睇好，各種質疑同議論聲不斷。但黃杏秀唔為所動，佢執意要嫁俾鄭百祥，堅信自己嘅選擇。時光飛逝，一晃46年過去啦。呢46年裏，佢哋手拖手行過風風雨雨，共同經歷人生嘅起起落落。結婚後，佢哋冇生仔女，但呢啲冇影響到佢哋之間嘅感情。相反，喺共患難嘅過程中，佢哋相互扶持，相互理解，感情越嚟越深厚。喺鄭百祥2次破產嘅低谷期，黃杏秀始終陪伴喺佢身邊，俾佢鼓勵同支持。佢冇一啲抱怨同指責，而係用溫柔同堅定嘅話語，令鄭百祥重新振作起嚟。佢相信鄭百祥嘅能力，相信佢哋一定可以渡過難關。而鄭百祥都對黃杏秀呵護備至，雖然佢喺娛樂圈中接觸過各種誘惑，但始終對黃杏秀忠貞不渝。佢哋嘅愛情冇咩驚天動地嘅誓言，但喺平淡嘅生活中詮釋住相濡以沫嘅心情。依家兩人依然恩愛如初，佢哋一齊享受生活嘅美好，一齊行喺街頭巷尾，一齊回憶過去嘅點點滴滴。喺鄭百祥睇嚟，有黃杏秀喺身邊就係佢人生最大嘅幸福。佢哋嘅愛情故事成為咗娛樂圈中嘅一段佳話，亦令到好多人見到愛情最美好嘅模樣。回顧鄭百祥嘅人生，佢經歷過無數嘅風浪同挫折，但始終保持住樂觀積極嘅心態。佢對待生老病死嘅豁達態度，對待愛情嘅忠貞不渝，都令人好敬佩。佢用自己嘅行動話俾我哋知，人生唔管遇到幾多困難同挑戰，都要勇敢面對，保持住樂觀嘅心態，珍惜身邊嘅人。喺未來嘅日子裏，或者鄭百祥仲會面對更多嘅挑戰同變化，但相信憑住佢豁達嘅心態同頑強嘅精神，佢一定可以繼續瀟灑咁行過人生嘅每一個階段。佢嘅故事亦會激勵住更多人喺人生嘅道路上勇往直前，唔畏艱難，書寫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。鄭百祥嘅人生就好似一部精彩嘅電影，有高潮，有低谷，有歡笑，都有眼淚。但唔管點樣，佢都以自己獨特嘅方式演繹住屬於自己嘅精彩。佢嘅豁達，佢嘅樂觀，佢嘅堅韌，都將成為人們心中永恆嘅記憶。願佢喺未來嘅日子裏，身體健康，生活幸福，繼續享受人生嘅美好時光。同時，都希望佢嘅故事可以俾更多人帶嚟啟示同力量，令到更多人喺面對人生困境嗰陣，可以好似佢咁，勇敢咁站起嚟，笑對人生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